是什么？想不通，我如此平庸，你怎么会爱上我？你的大起大落，我的笑话笑过，你是传说，而我是什么？想不通自己的疑惑，你怎么会爱上我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求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。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求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记。这什么鬼啊？这是我身上最贵重的东西。好，那这就是我的了。这酒可真不是好东西。完了完了，我要出大事！哎，你干嘛呢？我按了报警器。哦，对了，一有危险的话就按这个，全家的自动报警就会响起。你这也太夸张了吧！我又不是元首级别的大人物。蠢女人，我是认真的。我虽然现在有很多事情记不起来了，但我总觉得背后有着巨大的危机。现在拓跋亮抓住我们，不要我们的命，却要我们的血，那他要我们的血干嘛呢？我就单纯的认为，既然这个东西对他那么重要，那对你来说就非常的危险。现在你的血价值连城，我可不想他们再拿你的血来威胁我。哎呀，太麻烦了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，干脆我把自己放干净，把血都留给你跟元宵，就别麻烦那些坏蛋们了。
都到什么时候了，还有这个闲情雅致？哎呀，李欢呐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还要你花那么大的力气来防备我。哼，可是我能那么傻吗？我能傻到在你家下手？李欢，你就耐心地等着我，很快，会很快的。芬妮，大哥，我受不了了，我的芬妮，我要我的芬妮，老天爷对我太残忍了，我好不容易看到了曙光，我的芬妮，他还没答应我呢。好了，我都知道了啊。如果让我夜波抓到了那个混蛋，我对天发誓，我要让他断子绝孙。哎，你先别激动了，我们也在调查，你先好好休息。又让我休息？你们天天都说调查，到头来，我的芬妮也被人绑走了。哎呀，这怪我啊！好，怪我。不过有件事我挺奇怪的，他们已经把你迷晕了，为什么不把你带走，还把你留下来了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是怀疑我跟他们是一伙的？我可没这么说啊。但是他们连福生都抓走了，这不……哦，因为你一点价值都没有。老鄂，你这又是当着我大哥的面，明目张胆的欺负我！哎，我……好了，你们俩就别吵了。老于，去查一下芬妮最后的手机号、信号在哪里。然后顺便查查附近有没有目击者。对了，想办法一定要找到冉冉的下落，还有周围那些公路的摄像头，一定要找到。好的。大哥，我呢？你要我做点什么呀？只要能救出芬妮，我什么都愿意。你就好好休息吧，只要我们一有消息就告诉你。大哥，你让我做点什么吧，你随时召唤我呀。好好休息，睡觉。作为芬妮的男人，我绝不能在这休息着等她回来，我一定要做点什么。对，我可以的。翻滚吧，牛宝宝！你个老古董，你忘恩负义，你放我们出去，你冷血怪物啊你！为什么？虽然我与你不相熟，但却似曾相识。如果真的有一个平行的世界，我倒是想往这个深宫里的可怜人去看看，体验一下冯昭仪所说的平等自由的爱情。可能就是因为这样亲切的感觉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你不会这么做。平日你在等一个人不多话，但是我知道你喜欢那里，对吗？告诉我，你到底有什么苦衷？芬妮小姐，你就不要跟这个冷血怪物对牛弹琴，白费口舌，不值得。跟你说，当初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死黄昏，你这次害死我了！喂，我警告你啊，
别胡思乱想，这个戒指的 size 跟我一点都不合，这实在是太小了，太小了，一点都不合。我会尽快想办法弄下来的。没事，不着急。不着急。你别误会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别想多了。我的不着急意思是，我不着急用，反正我已经不用结婚了。总之，我会尽快弄下来还给你的。哎，我们一起去等一个人吃饭吧，好久没去了。不去。哎，任静。你要是不去，我一个人见他们俩，多尴尬啊！怎么锁了不做生意了？什么情况？出租车，快快！这么把我关在家里，简直是非常无聊，非常痛苦。我就不信了。为什么每次坐在这儿都没有信号啊？还有什么重要的人找你不成？当然了，我也是很火很忙的嘛。看，黄辉。阿姨病危要见我，出事了，一定出事了。不会说你要出去吧？黄辉的妈妈病危，我一定要去的。可是外面现在很危险，我都布置好摄像头了，我怎么可能放心你出去呢？我知道，我就是知道自己的情况，所以我一定要去一次，要不然我不知道何时才能再去。要不你打个电话，或者跟他视频一下，跟他说你现在很危险。他们二老是通知哪里的人，一定会原谅你的。不行，阿姨可能随时都会离开的。我这次要是不去，有可能真的就见不到了。我一定要去，就算外面有危险，我也要去。你不知道，阿姨一直把我当亲生女儿对待。她把黄辉托付给我，可是我却辜负了她最后的心愿。我欠他们家的太多了，你就让我去吧，好不好？文宇，黄峰要去黄辉家，你一定要贴身保护，不能出任何差错。明白了。那你一定要快去看辉，一定不能离开鳄鱼的视线。放心吧。哎，冯峰啊！叔叔。哎，冯峰，阿姨怎么样了？我一接到通知就来了，她人呢？在里面。哎，等一下。他是。哦，他是我朋友。叔叔，我等一下给你解释啊。啊，好。叔叔好。哎，好好。哎，那赶紧快进去吧，进去吧。啊，打扰了。峰峰来了。阿姨你怎么样啊？医生怎么说的？不会是恶化了吧？峰峰啊，其实我也正想找你，有事要跟你解释一下。所以说是医生误诊了，阿姨并没有得癌症，对吗？峰峰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本来呢是想把这个事情给安顿好之后呢，我再跟你解释的。这段时间，让你为我担了不少的心。阿姨，你没事就太好了。
我真的挺担心你的。傻孩子，我不是好好的吗？可是黄辉，为什么说您病危了呀？我给他打电话又联系不上他。哦，可能是考试呢吧，最近期末很忙的。这孩子呀，也真夸张。我不过就是得了一个感冒而已，他却大惊小怪。要是我把绝症告诉他的话，他真的会疯掉的。阿姨，您别拿这个开玩笑。哦，他可能知道我在想你了，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啊，来把你约过来。叔叔阿姨，我应该早点来向你们道歉的。傻孩子，道什么歉呀？我对不起你们，我辜负了你们的厚爱，真的抱歉。来，坐坐。哎呀，来坐。这事儿啊，应该是我说声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拿我的病勉强让你照顾我们黄辉一辈子，真的不好意思。是啊，也怪我们太心急了。明明这种事呢是不能勉强的，但是你得记住了，感情这种事没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，所以以后啊，你千万别再说对不起了啊。其实啊，阿姨是明白这个道理的。我很想把我的儿子作为你的男主角，但感情一定是双方面的。我们黄辉能够认识你，也是他的福气。我们认识了你，我也觉得心满意足了。所以你真的不要说对不起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对我的好。我们两个人啊，都把你当成了自己的女儿，这就是你的家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大哥，有了！这是老二发过来的讯息，分你1分钟钱是在这一带区域消失的。在这一带区域啊，峰峰，大哥，你怎么了？你要是累坏了，你就去休息，我一个人可以的。你别担心我，我没事。我们来看看这一带的附近有没有可以藏匿的地方。手机呢？放心吧，安全顺利地完成任务。就说了不用你紧张，这青天白日的能把我怎么样？我还不信了，有没有王法？那就好。怎么了？我下去看看。怎么了？哦，应该没什么事儿，可能车子有点小故障吧。快！陆羽，下来！你们是谁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峰峰，你在哪儿？他们在抢人啊！峰峰，妈，我回来了。哎，你回来了。打了那么多的电话给你，你也不接，你也太夸张了吧？夸张？我就是得了一个感冒而已。你告诉冯峰说我生了什么大病，害得他一大早就到我这儿来。不过啊，我也是挺想他的，我看到他呢也是挺高兴的。等等，你是说冯峰来过？是啊。我跟他说你得了重病。对呀，你怎么不知道？没有。哎，你这怎么了？啊？没事。让我看看。哎，我出去一趟。哎，你没事吧？走了这么多家店，还是没有找到。我看啊，还是把你剪掉算了。不过看在你对那个死黄辉还是有点意义的份上，我就暂且保你一条小命吧。
老板，喂，冯峰，我没看见他呀，他怎么了？姐姐，醒了醒了，姐姐你醒了啊！小峰，你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啊？你们没事吧？没事。这是哪儿啊？什么鬼地方？冯峰还是冯昭仪呀？嗯？哎，姐姐，又是你！我们又见面了。我知道你就是那个拓跋亮。李欢和元宵已经到了现代，对你一点威胁都没有，为什么还要苦苦相逼？唉，真是妇人之见呐！区区一个北魏，我可不放在眼里。我要的是千秋万世。千秋万世，简直是痴人说梦吧！就怕你连个影子都没看着，你就已经翘辫子了。哎呀，如果我肯定我能看得到呢。你要长生不老。如果我是拓跋亮的话，可能我说的是疯话。可惜呀。喂，姐姐，姐姐，我们还是不要招惹他了。他就像传言一样，是个疯子，疯子。我怎么感觉他说话的感觉和语气，好像在哪儿见过？当年在宫里的时候，他出征在外，从未谋面啊。啊！元宵睡了。但是他的情绪还是很激动，一直吵着要去报仇，要打要杀。唉，长期下去会对他的病情有影响的。要一个小朋友承受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，真是可怜。以后还要拜托你好好照顾他，一定不能让元宵的病继续恶化下去。现在情势非常紧急，我们一定要加强安全措施，无论花费多少人力物力，都不能出现任何漏洞。元宵一定不能再有任何问题了。老大，都是我的错，被人跟踪了还不知道。我不是要怪你，我只是没有想明白，他们怎么知道冯峰会去黄辉家的？你确定路上没有人跟踪你吗？要跟踪一个退伍军人，没那么容易。可到底为什么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我被利用了。逃不开，望不穿，也放不掉的情感。每次蓦然回首，你都在。我的影子从你生命过几次，却从未留下名字。记忆中的那个你，为何忽远又忽近？原来已是已久的幸福，在身边栖息。记忆中的那个你，其实我从未远离。我的呼吸，我在回忆，是如此的清晰。